远推一点，好吧？看一下。没有，好，今天来这边呢是要来对黄国昌委员，他因为意图使人不当选而散发谣言，好这样的恶质的行为呢提告。那这几天哦，黄国昌委员为了救自己时代力量已经日渐下滑的声量哦，那企图呢把韩国瑜当作他选战的提款机，一直在网络上哦，甚至于利用立法委员的职权，在立法院哈做出多项的不实的指控。那还原这整件事情呢，其实黄国昌他只是说了一个他的故事，那并没有拿出任何的铁证，来证明韩国瑜真的有在整件事情上面有做特权跟施压，但是呢，已经造成社会很多的误会了。所以今天为了要对黄国昌委员这样子低劣、恶质，这种抹黑的文化提出相对应的办法，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够寻求法律的方式来对他这样的行为做出相对的处置。我想简单说一下哈，就是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罢免法呢，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就是意图使人不当选而散布谣言的话，是构成一种妨害选举的行为，是有刑事责任的。好，那黄国昌委员呢，不管是在记者会或是在脸书上面以文字或是其他的方式呢，加重诽谤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名誉，而且呢，宣称呢，这个韩国瑜呢，这个他们家族呢，其实他的岳父有所谓的特权，有所谓的赚取暴利。那实际上他稍微做点功课就很清楚，韩国瑜的岳父呢，到最后其实这个砂石场根本就是收掉的。好，那么所以他如果黄国昌委员真的如他所宣称的非常认真的做功课，那么他很明显的就是在说谎。用不实的讯息来打击候选人的名誉，并且影响他的选情，所以这明显了构成了妨害选举罪，所以我们今天按铃申告。他以为他是谁啊？黄国昌就是一个我们新北市汐止区目前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但是他不敢竞选连任，推出他的主任出来参选。对于一个不敢出来竞选连任，只敢躲在不分区的一个人呢，不敢为自己的政绩背书，他有什么资格？怎么好意思在现在选举40几天剩30几天的总统大选里面指3道4，完全是他为了刷存在感。因为之前他因为那个打私烟案嘛，好像被绿营唾弃，他想要借由打蓝营去争取绿营的认同。但是我觉得黄国昌委员，如果说你真的是为了要揭弊的话，私烟案你怎么都不管的嘞？现在私烟案查到哪里呢？现在很多都签结了，这是你需要你满意的吗？你为什么不出来讲话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是以揭弊为目的，他完全都是一种选举操作，这种人才可笑。好，谢谢，你可以。谢谢，麻烦你们了，谢谢，大家辛苦了，小心。